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好运动的时间又到了，今日呢，要同大家共下来运动啊，还有地仙老师，哈，然后大家积极来运动哦。初等的时候，腹部核心用练；水等的时候用练高本大家，也高本大家。初等的时候，你初到天南下面做得啦，初到等的方面做得，就可以呢来做都市的个安尼核心。好，一下呢，一美老师们共我来做示范哈。初等的时候呢，脚弯曲，好，地仙老师脸朝侧，好，一美老师向下。安尼这地讲，安尼样个，好，扩胸，好，鼠标哦，那个也会后背脚离开来。乡亲朋友，那你脚卡起来去呢，你就知道讲，哦，都是动酸哦，你会变得安尼，挺胸、扩胸，好，不要右边。哎呦喂呀，安尼我都是动酸了哈，脚并起来，好，挺多呀，好，知道美美的动作，动向数哦，好，细细针来。乡亲朋友记得了哈，做腹部核心的运动的时候，一定要空腹哦，做我们的是抱抱做哦，按人家东西就会冇手发啊哈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空腹手伸放起来，好，做男生动作啊哈，够按不头，好，那示范前做前后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按你呢按摩到臀部哈，每些可以做到按你腹部核心动强烈，好，来右片，好，慢慢停到呀。吸气，吐气。乡亲朋友，你的动向数，哎呦，动身呀，有一些的勉强，好，有一些的给安尼加强，好，慢慢的吸气回来，go吐气完片，好，你知道个，俺们做动痛苦啊呢，俺做动向数，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。好，你可以不用下来。你讲，乡亲朋友，唔假使讲知道讲安尼动实力的老师，我张开始，我脚冇办法离地，安尼做得咯。因为老师讲简单版，右边，好，转来，左片，好，转来，好，你做适度哈，乡亲朋友，你点么那你做哈，因为你消化系统啊。好，慢慢的转来，两个便秘啦，两个肠胃啊，哈，会活化或增强两个能量。好，个都市啊，因为老师就同大家讲，那都市就差那个田地啊，一片田啊，那湿田的时候啊，一定要不用肥料啊，有肥料，肥沃咩？好，有营养咩？叫个上个禾呀，哈，你种植啊，你种玉米啊，你种菜啊，田地有肥料，人菜上会长咩？嗰说人都市系有力啦，好，你都市有力，人身体上会健康。好，这按简单哦，因为老师做按简单。好，简单的动作简单做，简单的动作重复做。好，简单的动作没负担。好。所以讲，简单的动作重复做，简单的动作带本身体好健康冇负担。好，慢慢呢，好吸气转来。好，乡亲朋友做完动思言，你会知道讲，都市人唔会脏了哈，平常啊，会知道讲都市脏啊，会知道讲手发吃东西冇手发的感觉，你就做按简单的动作哈，你就可以帮助你呢，可以新陈代谢增强哈。我们知道讲什么东西就冇手发，好，也听呢动作呢，你脚卡起来，哈，慢慢的吸气，沉出来，好，沉出来啊，脚卡起来，沉出来，好，弯曲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沉出来。好，慢慢的弯曲，不用强松。乡亲朋友点嘛？你用脚的力的哈，你脚要站起来，你力到哪都都是，好，都都是哈。好，做唔得安尼啊，你安尼，好，你安尼放两个气哈，活到，好，你慢慢的安尼吸气，你安尼停到呀。好，你假使讲，哎呀，老师我安尼负担当中，右脚，一只脚来，好，慢慢的。做动作哈，做瑜伽咩哈，做运动咩哈，轻松也好，享受。哎呀，享受做也哈，你身体
那健康做运动啊，唔好生病的时候做运动。好，意思就讲，健康康的时候，就享受运动。好，那个钱要存起来，健康的钱要存起来。好，假使讲，你生病的时候，张胃道讲胃道爱便秘啦，爱消化唔好啦，爱这样来做运动，你要吃到当痛苦。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右脚、左脚、右脚、左脚。好，假使讲，之前老师手抱着冇相干。假使讲你讲能力当好的时候，玉美老师当你练，好，右脚、左脚、右脚、左脚，你可以唔是扶着他。你假使在扶着他的时候呢，好，然后玉美老师的说明哈，来看地贤老师，好，体呢，两个脊椎张，下巴呢冇拱背。好，按你发呢，两个膝膜会整个压迫，好挺胸。好，两个大腿呢尽量靠，你坐在靠近的话，两个肚子揪到带。你看玉美老师的肚子好，收放，收，放，好，按你侧边看了哈，看玉美老师的肚子，收，放，收。放，有没有？叫标，好，你假使讲你练到安尼的时候啊，也个就是叫你去，好，各不用轻松，叫你各不用轻松，你要用安尼去用内肚的力量，用肚子内肚的力量按摩，按摩那个整个腹腔的肌肉。好，一下用脚脚吸气，双脚向上，好，肚脐放松，好，不用开来，好，再来吸气，好，吐气放松，好，踩地，好，不用放松，好，胸挺起来，调息一下，好，乡亲朋友，像按呢动作假使讲唔豆腐卡啦，可以练的话，坐到凳的方面强样，坐到起垫的强样，像呀，玉美老师起行起来。假使你咧豆腐卡的时候，起垫没去卡脚，不用下来，好，你看下肚子，你卡起来here，你把肚子收进去，抬起来，好，不用放松，肚子收进去，抬起来，不用放松，好，你都没强样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有冇？你看到玉美老师的肚子呢？平常起垫的之后呢，肚疼疼的。好，你看平常起垫的就肚疼疼的。好，那老家呀，收尾骨，好，收尾骨，肚子往内收，抬头挺胸。好，你做起呢，你坐垫、睡垫、起垫。全部瑜伽动作运动的动作，随时你就可以做你上班的时候，你就讲我呀冇天来好嘈啊，天来拉拉撒撒啦冇枪啦，你讲老师我要练核心，你就按你抬脚放松，抬脚放松，像跳舞一样的玉美老师做10多本抬脚看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你们可以数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有冇？拿起来去，因为老师起垫做的意思，你放起来，板都呀，按你后面人家肚子出力呀，穴位，来都要穴位，好，你抬头挺胸，好，慢慢的吸气。慢慢的吐气，你这是那个肚子很酸哦，好，不用放松，好，个弯片，抬起来，吸气，好，挺胸，你就练到单脚的站立平衡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好，你左片右片挺，好，你就知道个肚子要整个的延展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然后呢，地贤老师。张做改刀同样数都下背天数呀，那点呢，就知道讲动简单动好做，好，慢慢吸气，抬起来，
好，伸直，好，左右上下，1、2，嘿，好，乡亲朋友，腹部核心运动没好，瑜伽动作没好，行倒来，走倒来，练倒来，记得无？玉美老师的比喻讲，土地啊，有肥沃哈，有营养，都是有吸、有力、有肌耐力。好，你全身啊，好水库有水，你就唔讲我缺水，唔讲冇能量。好，咁么呢？一下你运动呢，都市的运动，好就做到了。我记得当一练，好你就动到本钱，你就有丰厚的给安尼土地肥沃的土地哈，健康的身体。安子说。